療癒歸途，盼望的起點，從朝聖之路向馬可福音嘅心靈轉化。第一部分嘅引言就係抵達，原來係回到起點。各位喺職場嘅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我哋每日營營役役拼搏咁樣係向上生活裏邊，你有冇經歷過一種嘅感覺？就係當你終於完成一個大嘅 project，或者係終於拎到有期盼嗰個業績得到升職，但係喺慶祝之後，心裏邊突然又冒起一種講唔出嗰種空虛，就好似考完呢個 DSE 咁樣，考完呢個大考咁樣，跟住落嚟有咩可以做咧？嗱，你會問自己，然後又點咧？我拼咗咁耐，就係為咗呢張紙，或者係為咗呢個嘅業績。美國詩人蓋洛 T.S.L 喺佢嘅四重奏裏邊咧，有一句嘅名言，就係我哋一切探索嘅盡頭，就係回到出發之地，並且第一次真正嘅認識嗰個地方。呢句嘅説話一語道破世界上面最著名嘅徒步嘅路線，就係朝聖之路。最深嘅秘密就喺呢個朝聖嘅圈子裏邊，有一個真實嘅心理嘅現象，叫做朝聖後憂鬱。朝聖後憂鬱 （Post-Camino Depression）。好多人係拼盡全力走幾百公里路，以為走到終點呢個嘅聖地牙哥 （Santiago） 嗰個 Cathedral， 領到嗰個證書，人生就圓滿啦。到達咗嗰刻裏邊伴隨嘅，往往而嚟嘅係巨大嗰種嘅失落感。跟住佢點咧？翻去翻工，翻嗰個關係，翻自己舊有嗰個人生嘅裏邊。喺朝聖嘅傳統裏邊，朝聖者有3件嘅記號。第一就係行路嘅杖，代表信靠上路；第二就係一雙預備受苦磨難嘅鞋，代表捨己走窄路；第三就係今日我哋所講嘅第3件記號，就係一隻扇貝，係象徵住盼望。呢一枚嘅扇貝嘅奧秘嘅藏着，就係喺紋路上邊，喺呢個嘅表面上面嘅紋路上邊有千百條嘅蠔溝，係從邊緣起一路延展，最後殊途同歸，匯聚喺同一點上面。喺古老嘅傳說裏邊，朝聖者走到終點之後，仲要繼續往西世界嘅盡頭福特斯拉 Venetia， 就喺嗰個海邊係拎起一枚嘅貝殼，係放喺背包或者喺心口上面，然後就回家。聽出嚟呢個嘅做法嗎？貝殼從來唔係呢個嘅終點嘅獎章，而係歸途嘅憑據。佢話俾你知道，你走到咗呢個嘅盡頭，但係唔係結束，而係你要翻去。將路上我所領受嘅療癒，所得着嘅係帶俾還喺路上面或者係未上路嘅人。今日我哋將透過馬可福音第11到16章裏邊，以及呢個嘅法國真人真事改編而成嘅電影《朝聖之路漫步》呢出戲中間2個破碎嘅靈魂嘅故事，嚟睇一群充滿挫折嘅人點樣係經歷一場深度醫治，就係門徒點樣解鎖人生最難嗰一關嗰一課，要抱着呢個盼望係重新出發。第二個部分書卷嘅尋索，3個嘅地標，3次領受盼望。整卷嘅馬可福音其中一個嘅一場裏邊，門徒屢戰屢敗嘅記錄嚟嘅。佢哋跟住耶穌在路上，呢個嘅常常出現嘅字眼，係走向耶路撒冷，滿以為嗰度就會升官發財、自我實現、獲頒獎章喺呢個頒獎台上面。呢個電影裏邊所講嘅朝聖之路漫步，漫步裏邊係2位角色，係叛逆嘅青年亞當被逼上路，係為咗要代替唔使入獄。
失意當中裏邊有呢個嘅老師菲爾，就為咗逃避人生嘅失敗，尋找人生嘅價值，係成為呢個嘅監管人。佢哋一齊上路，佢哋開始嘅時候嘅動機完全係錯置嘅。讓我哋跟住呢個嘅馬可福音同步，係走向呢個嘅失敗者療癒之旅嘅3個地標。第一站所抵達嘅就係錯置嘅盼望被煉淨，係主教堂，然後開始嘅呢個教堂就好似門徒進入耶路撒冷咁。呢個主教堂就係當朝聖者走到800里，係踏入呢個主教堂嘅時候，就睇到呢個嘅香爐灰博達弗梅羅就喺呢個頭上邊係翻騰。呢個係終點，呢個教堂就係終點，由教堂開始到呢個教堂嘅終點。許多人都喺度感到好空虛同埋不知所措，因為佢哋發現終點並唔係好似佢哋想象當中有啲特別嘅事情出現。就如呢個嘅青年人希望離棄佢嘅母親喺佢嘅終點嗰時候會出現。呢個就係對應咗馬可福音第11章裏邊耶穌第一次騎驢進耶路撒冷，群眾都高喊和撒那和撒那，期待佢就係嚟到係推翻羅馬嘅強權嘅君王。門徒雅各同埋約翰仍然都仲喺度爭論邊個坐喺呢個寶座嘅右邊或者左邊。而喺馬可嘅不足裏邊係極其反高潮。當耶穌進入呢個城裏邊，佢只係周圍看各樣物件就出城。馬可11章11節裏邊冇加冕，又冇頒獎台，又冇喜宴。第二次進入耶路撒冷，耶穌又進入去喺嗰度聖殿門口係推倒所有嘅銀錢嘅桌子同埋潔淨呢個聖殿，跟住就離開。第三次進入耶路撒冷，耶穌就被釘死喺十字架上面。跟住佢哋嘅門徒喺呢個時間，你相信佢哋有啲咩感覺呢？療癒嘅第一層就係煉淨錯置嘅盼望。耶穌喺抵達個刻裏邊溫柔而堅定咁樣係拆毀咗門徒同埋群眾各種嘅功利同埋自私嘅期望。抵達唔係為咗要讓你係停低落嚟認證你嘅成就，給個印章過咗關，成就解鎖。真正嘅盼望係必須先經歷破碎。第二站新生喺死地被認出、被療癒，就即係去到呢個地方呢個鎮，個名叫世界盡頭。對比呢個嘅各各他同埋空墳，同樣係呢個嘅旅程嘅盡頭。朝聖者真正嘅終點就係再前往呢個世界盡頭 Finistia。佢哋喺嗰度睇到嘅夕陽同埋沉海，焚燒又糟又破嘅舊衣，係代表焚燒着舊我，係接納內在嘅陰影，領受新生。喺電影當中走到呢個嘅崩潰嘅邊緣嘅亞當，撕開最深嘅傷口。佢話：我係個罪犯，我親生嘅母親害怕我，你都害怕我嗎？監督佢嘅菲爾咁講，佢冇退縮，反而赤裸裸咁樣回應：不，我害怕嘅係我自己。呢一刻裏邊，兩人都走到咗我就係最差嗰個嘅深淵。心理學家卡爾容格靠擁咁樣講：唯有承認並且接納內在被壓抑嗰種嘅陰暗面 shadow， 先至能夠真正活出完整嘅自我。呢個對於馬可福音第15章裏邊最高潮各各他嘅十字架，耶穌被釘，遍地黑暗，門徒全部逃跑。全書嘅裏邊講到宗教嘅領袖用正確嘅頭銜去嘲笑耶穌，然後耶穌斷氣嗰刻，一個嘅外邦嘅監營嘅羅馬百夫長睇到呢個嘅最軟弱同埋最失敗嘅耶穌呢個死囚，竟然講出咗呢個真相。這真是神的兒子。15章39節。療癒嘅第二層就喺死地裏邊被認出嘅新生。要認出耶穌，唯有企喺呢個十字架面前，
當我哋願意喺神嘅面前裏邊坦然敞開我哋最糟糕嘅內心嘅一面嘅時間，最失敗嗰一面，奇妙嘅療癒就從呢一度係開始。第三站，差遣，別上貝殼，成為家人。歸途就係對比往加利利去，舊衣被燒去，撿上一個新嘅貝殼，最後嘅一步就係回家。馬可福音第16章裏邊幾個嘅婦女帶着香膏去墳墓，以為迎面而來嘅就係悲傷嘅句號，從此不再悲傷，因為耶穌已經死咗。誰知道去到嘅時候墳墓係空嘅，天使對佢講16章6到7節，他不在這裏，他在你們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裏你們要見他。加利利係佢哋最初係被耶穌呼召嘅起點，來跟從我嘅地方，係佢哋嘅職業，係佢哋嘅家鄉。天使還特別咁講，去告訴他的門徒和彼得。彼得剛剛係3次不認主，跌入人生嘅谷底，但耶穌特意點名指出，要提醒佢，要話俾佢知，將佢重新算為家人嘅一份子。電影裏邊有一個嘅獨白，3個月以嚟，我哋一直喺度爭吵，時而歡喜，時而憎恨，時而深愛。呢個咪就係家人咯。療癒嘅第3層就係被差遣，成為家人嘅盼望。空墳唔係句號，唔係逗號。主呼召咗你翻去加利利，唔係將你丟棄喺孤單裏邊，而係你帶着更新嘅心，回到原本關係裏邊，將盼望係帶俾人。第3部分，實行嘅應用，現代人嘅4段漫步嘅療癒。各位弟兄姊妹，我哋每日喺職場裏邊奔波，面對嘅係 KPI、人事鬥爭，家庭裏邊面對唔同嘅壓力。我哋點樣係將一條嘅朝聖之路係搬入我哋日常嘅生活裏邊嘅實踐呢？結合電影嘅情節同埋馬可福音嘅啟示，我哋大家梳理出4個嘅心靈嘅漫步嘅療癒嘅實踐嘅階段，作為我哋今日嘅應用。第一個階段，察覺與斷聯，察覺與斷聯 ，awareness and disconnection。個核心狀態就係停下步，抽離日常嘅宣傳喧鬧。電影裏邊同聖經對比出嚟睇到，就係現實當中裏邊喺法國嘅叫門檻協會規定咗朝聖嘅青年每日嘅步行就係沿途唔準用手機聽音樂。呢個正係呢個嘅門徒從一個喧鬧嘅耶路撒冷被帶到一個安靜嘅客西馬尼園。實踐就係每日我哋俾自己一段斷聯嘅時間，可能係早上嘅一段時間，或者黃昏嘅漫步，關掉手機，摘下耳機，允許自己面對工作上面嘅迷惘同埋焦慮，唔去逃避，唔去隱藏，讓隱藏嘅疲憊被真實地看見。第二個階段就係直面嘅接受 confrontation 同埋 acceptance。核心嘅狀態就係打開心房，迎回受傷嘅內在。電影同呢個嘅聖經嘅對比睇到，就係亞當坦誠講出佢嘅父母同埋繼父離棄佢，而菲爾就講出我害怕我自己，因為佢面臨嘅係離婚，同埋佢嘅女兒係離棄佢，就好似呢個嘅耶穌喺十字架上面嘅呼喊：為什麼離棄我呢？直面恐懼與創傷，佢哋彼此嘅分享，心裏邊呢啲嘅秘密，其實呢個就係療癒必經之路，就係直面溝通，互相接納。實踐，讓你喺漫步裏邊
呢種嘅屬靈嘅漫步裏邊，成為一個默想同埋禱告嘅時間。你都喺路上面。喺職場裏邊，我哋經常戴住面具，係裝着好堅強。但係呢個階段裏邊，神嘅面前，我哋要承認我哋自己嘅軟弱，你嘅妒忌，你嘅失敗，接受呢個世界同埋自己係唔完美嘅，與真正嘅自我和解，唔好討厭自己，唔好嬲自己。第三個階段，重整與建造，重整與重建 ，rebuilding integration。核心狀態就係釋放舊有嘅框架，尋回內在嘅力量。電影同聖經對比嘅故事裏邊，睇到朝聖者每日有2個鐘頭係被強制要靜默，並且要寫呢個嘅旅程嘅日記。耶穌向唔信嘅啲門徒顯現嘅時間去責備佢哋。呢個嘅喺心理嘅輔導上邊就稱為 confrontation， 並且係給予佢哋傳遞福音嘅新目標。實踐建立每日撰寫靈修筆記或者感恩嘅筆記嘅習慣。你可以用紙本嘅日記簿，或者喺手機裏邊嘅每日嘅日曆裏邊，唔係約會嘅提醒，而係你自己嘅個人嘅記錄。喺個手機嘅日曆裏邊可以寫低同埋記錄，重新釐定你嘅工作嘅價值。你嘅工作只係為咗賺錢，或者係為咗要榮耀神、服侍人咧，貢獻社會同呢個世界咧。嘗試喺日常生活做出微小嘅改變，微小嘅改變。第4個階段，重生與前行 ，renew and transcendency。核心嘅狀態就係內在嘅平衡啊，帶着呢個勇氣回到生活裏邊。電影同埋聖經嘅對比話俾我哋知道，見到電影最具詩意嘅一幕就係呢個嘅鐵十字架山。亞當喺嗰度放低喺路途上邊，喺一個鋪頭裏邊偷嘅一把折刀，因為佢係一個叛逆青年，曾經犯偷竊、販毒、毆打、勒索好多事情，所以佢偷咗呢把刀，係佢不時需要嘅傍身武器。菲爾就放下糾纏咗好耐嘅呢個婚姻嘅關係，放下呢個婚戒，呢個戒指，全場冇對話，只係靜默嘅一刻。全場係默然告別呢個嘅過去，正如天使吩咐門徒，他在你們以先往加利利去。實踐帶着重生嘅勇氣，返到你嘅加利利，你嘅辦公室，你嘅家庭。你可能曾經喺嗰度跌倒、受挫，但現在你要帶着嗰枚象徵住盼望嘅貝殼返去，用更加柔軟、用更柔軟卻係堅定嘅步伐，活出真實嘅信仰。第4部分，結語同埋禱告。各位弟兄姊妹、朋友們，將呢3個嘅地標同埋4個階段疊起嚟，就好似一面鏡。你此刻喺胸前就好似有一枚，我終於到咗，我嘅業績飆升啊嘅一個榮譽嘅勳章。但係呢一枚，我在十字架上邊係咪被醫治嘅貝殼呢？朝聖者最深刻嘅秘密，唔係走喺呢個路上邊，或者係走得幾遠，而係你帶着一個被療癒嘅自己，返到原本嘅生活同埋關係當中。亞當同菲爾走完咗2000里路，先至恍然大悟，佢哋揾到嘅唔係證書，而係家人。門徒亦都如此，佢哋千辛萬苦係上耶路撒冷，一路上邊都認唔出佢哋身邊嗰位主係一位點樣嘅基督彌賽亞。直到十字架面前，外邦人就睇佢哋講出呢個佢係真正嘅説話。
直到呢個嘅空墳嘅旁邊，天使嘅面嘅臉係轉向，帶佢哋轉向咗加利利。嗰一次岸邊站着嘅就係復活嘅主，所賜嘅貝殼，那個賜貝殼嗰位主已經先你一步係去咗呢個加利利，就係你個職場、你個家庭、你嘅生活嘅地方，係等住你。佢接納你、醫治你嘅地方，唔係你最風光、最好業績嘅時間，而係你最不堪嘅十字架嘅前面。今日請將手按喺好似你胸前有嘅嗰一枚無形嘅貝殼上面，你問我自己：主啊，我願唔願意起嚟，帶住呢枚嘅盼望嘅貝殼返去見你，亦都將你帶俾我身邊仲喺黑暗裏邊嘅人呢？請我哋一齊起立，同心祈禱。親愛嘅主，你帶我哋走完呢一段咁長嘅路，我哋承認喺我哋嘅生活同埋職場裏邊，我哋常常將盼望錯置喺我哋嘅抵達或者成就嘅榮耀上邊，以為已經達到人生呢個地步就會滿足。主，我哋亦都承認，我哋常好似進入城裏邊嘅群眾，口裏邊講得好漂亮，讚美嘅説話、讚美嘅詩歌，心裏邊卻係從未真正認識你。求主你煉淨我哋嘅錯置盼望，以致我哋對你嘅成就嗰種嘅執着。主啊，當我哋走到人生嘅盡頭，面對工作、面對關係當中，好似一切都完啦，嗰種絕望同沮喪，求你叫我哋想起咗個百夫長所認出嘅、所認信嘅耶穌，你就係神嘅兒子。想起天使嗰句説話：他不在這裡，他已經復活了。求你俾我哋嘅傷口被你深深看見，喺冇盼望嘅死地被你復活，被你療癒。主啊，我哋原係不配，但你冇撇下我哋，甚至單單點名呼召失敗嘅門徒。求你醫治我哋嘅心，唔好好似嗰啲嘅逃離墳墓嘅，因為懼怕而閉口嘅人。求你俾我哋勇敢同埋勇氣，返出發之地，我哋起初嗰種愛、嗰種嘅信心，回到我哋嘅家裏邊、工作裏邊，帶着盼望嘅貝殼，將復活嘅好消息帶俾還喺黑暗裏邊嘅人，並且甘心留下與他們同行，成為家人。我哋咁禱告，係奉耶穌基督得勝嘅名而求。阿門。